新疆魔都六合魂。不幸的六合为了大将而战死在阿摩寮，必将被惊天宝刀将六合该断手。这个时阵的朱仙家盖棺论定阎王赛，自将六合的尸首该收验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六合你还阁真有型，也有人甲你收尸，唔免你身首异处。哼！来人啊！阿摩寮内面的老少总走，除查某以外，好哟！咱龙陵先生的徒弟，带领小营一员所部不行了。嘿，南山的大闹咧红啊！哎，那个弄死了！呀呵！寮主出动，你这妖道上天害你真苦，知影不然你厉害吗？呀！李浩杰、白兰地挺身而出，来战就以避中避。什么啊？不杀路人，要你一线之命去吧！奇怪，安怎无看老和尚呢？老和尚头拄这个所在伫公本，为什么呢无看？来呀！无看老和尚四面四杀，好，来我。喂，有伫个棺材来无？无呐。伊也敢咪咧棺材来？敢无咪咧棺材来？好诶！是安怎这棺材伫咧带？棺材咧甩咯，成本到咱这土地拢总会震动哩咧。土地会震动？也无你吼用迄惊天宝刀吼，迄宝刀有灵魂，所以拢加减拢会煞。我掀开看卖咧。一区棺材建大区，第一个囡仔。来啊！老和尚若抓到迄个北皮地粗坑，为什么棺材搁咧带？都甲你讲，你若咧讲话哦，好，真红声，你的声真洪亮，所以拢会震动山岳。乌鹰甲爱奴，一般人拢总爱加袂掉。四方走水，遵命。恁两三生家就无代志，恁娘我阮的，迄老和尚拢要害我啊！即届若叫小赵稳死的，还是讲来变一个囡仔？嘿，哪想遮哪疑问呢？我来甲拍开看卖啊！啊，妖生，真正有影一个囡仔倒甲咱拍？喂，老和尚无快，哪会变一个囡仔？靠背啊！哎，陈新毛，恁爸用这部淡薄的金光石骨法，怎久久的观察角，安尼唔才会安全。也若无这届吼，我死你嘛是无命。拢是安尼，砍你啦，哦，砍你！你娘卖砍偏你把啦，药这要无开啊啦，老一工啊，互你个喘开你睇安尼。我呢讲，老和尚，命喏。因去安尼，你唔当爬起来，你要爬起来，哦，迄专业眼线，伊咪去用法教哦，一声怎啊好势？可怜着我神书教去。陈师母啊，你甲拖到迄个安全地点哈，拢总无人所到的地点，有听无？再甲倒落哈，看迄个网控骨头怎甲倒落啦，有听无？好啦，好紧了，你唔通老小无？老小你咪无帮你刷。好啦，行。人别人拢拖红人，你咪拖囡仔。
这拢无人啊，这荒野的所在，哦，这一个空人哦，这口唔来啥话，拍成无底洞的款呢，伊要抓个倒落。啊，互恁落。啊，咧，这个代志拢完毕啊！无赶紧过来宣传咧袂使呢？啊，我想讲，若对迄个金王主的后壁加减会当想一半的啊，结果金王主我啦害了了呢？啊，一来咧后人啦，拢总是迄个阎王使咧想的，因为拢总攞顺的。啊，可怜梁合已经离开世间，这件代志赶紧来报国王知影。梁合可怜，梁合可怜死了。哦，今日我几个下好我那边打球车，哦，看起来一空仔囝尔，啊，这唔知几十吨深，哦，这个陈心魔最夭寿的，讲一声怎咁要拼落来啦，啊，啊无咁要看讲这偌深，啊好加大棍软软哦，哎呦，哎呦，啊这唔死人，我咧困。家母的，啊，这规顿悬呢？哇！啊，那一个人踮在咧困，会讲话哦。你咧困，啊，你咧困是安怎？我呢对对面甲你平落来，啊，你若袂精神，足爱困的唔通加吵哈。是啊是啊，啊，这唔知偌深嘞，你要用迄个轻钢一号冲天冲快出来呗。是啦是啦，无多伫个我都跳袂起，怎啊佫甲你揽倒落来去占住你的腹肚？卖吵哈！啊，全世界看看，我这个上好困的啊！让我鬼的，啊，我刚一只哦，我刚咬落咬死啊！顶届也无食，啊，今仔日我落这腹肚也靠背，啊，那看点要食啥货？食草，稳死的，稳死的！哎呦！哇，这个有烘鸡了，哦，鸡腿，真奇怪。安尼看这个人踮遮，原来有人咧甲伊饲的款呢。这支鸡腿就爱甲劈落。迄我要食的哈，赶紧加落落我的喙哈。好啦，该落。啊！你娘我鬼个，啊！你咧困啊咧食，食饱困，困饱食哈。我是啊，我困啊食一个鸡腿，我2、3岁怎啊咬的？啊！你要怎攞死？我吹看卖咧。还佫一个鸡尾水咧，这鸡尾水嘛袂歹，唔通我知。迄我要食哈，佫甲你们落落哈。落落。唔系啦，这我食啦吼，大家分配，看对唔对？好啦，哦，迄只手比咩骹腿较大好，咪讲，这有咩错会？加落落哈，哦，落落。后边我吹看卖咧，连鸡尾水都晓吞你啊！是啊。哦，再个2个鸭舌，哦，这鸭舌哦，佫分的了，袂歹。我食袂饱咧哈。哦，鸭舌也无食一支啦，袂用哩。我若食无饱，我会发怪癖，会讲腿哈。好啦。啊，咁拢无啊呢？好简单，啊，佫一碟香面包。哦，啊，无通食鸡腿，面包嘛好。我若食无饱，会食人哈。互你食啦。哦，你咪只甲人咬落咬死啊！哇，卖吵啦！啊，困2日尔，我伫咧吵。哦，
恁俩我几个困两只，还爱困。哦，顶面那我咧琴声大那大队才落来。哇！我若听到这个声，我拢袂困哩，实在有够气的呢。以后煞唔知影讲我食饱困，困饱食，听到琴声就起怪癖。阮姊，我听到琴声讲起怪癖，恁爸这道会叫一个船变肉丸。哎呦，天公地公三界公多地公佛祖救人救苦，小灾保平安啊！气死我！气死啊！爱困，甲你吵吵醒，气死人！无啦，都无咧弹，你带弄啊！你拳头舞一个真招壁，真到咱他。哦，叫你砍着哦，拢立一粒足大粒的。哦，你实我力大无穷呢。迄自我安尼出东门，伫咧看人带你上大汉，你的拳头舞上大粒，你的身躯上大轻。你的力上大，嘿，实在有影，天下间的君王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君王就是我，君王就是我，嘿嘿，是，喂，囡仔，安那？你是安怎？哪会怎恁对遮落来？我都咧甲人算珠啊，你咧？搭珠啊，三搭四搭，我的珠啊，怎叫连落来？我都想讲要落来叫，唔知真深怎？连落来就对啦。哦，你原来爱叠珠啊呢？都对，我做囡仔嘛爱叠珠啊。我咧叠珠啊吼，足深色的。你这粒头壳敢若袂输珠啊呢？我白话莫咁样叠啦。哦，叠了趣味，你咪甲叠破，你咪咁样叠破。歹势，哇！你敢有想要去哩？再无，拜托你啦，你这边哪去？我用个一号冲天啊，冲起哩都无到一半，都练倒落来咧。你是要安怎去哩？迄要去哩真简单啦，毋过你若去哩，我都无判你咧。嘿，你有哪爱判呢？当然咯，要若有判伫遮，毋才会趣味。三不五时啊，我若要叠珠啊，毋才会当叠。我这头壳敢若互你掉得破，咩啦？咱两个人换贴不？要换贴，啥换样做换贴？换贴都结拜啊！像较早三国时代，关公、张飞、刘备、曹洪三结义啊，对。大家拜天地，你做大兄，我做小弟啊。哦，那我做大兄呢好，你做小弟，你袂使做大兄呢。当然咯，你较大兄，我较细汉小弟，安尼有理。安尼就来拜天地，拜一下酒抓。何要酒抓？迄酒抓歹啦。谁哪歹？迄酒抓唔多，会叫宝剑杀死你咧。酒抓会叫宝剑杀死？我全世界拢敢若惊宝剑尔你咧。你谁太惊宝剑？我讲互你听啦，我就是伫迄个泰山岳遐。一顿物件足好食，伊要甲食了，当时遐物件都是讲要去救灾的啦。救灾？讲我做老百姓去犯着水灾，50个人无通食，人全咧打物件，得要去互灾民食，伊要做一届全咧甲结了，全犯罪，互掠来遮禁日咧。安那有人有法度通甲你掠？这无法度的，迄一个老伙啊，叫做血哪吒。血哪吒？迄外厉害了，举一支剑哦，迄支剑一个出鞘尔，我规个身躯拢起冷，一直气寒躯喘，四肢无力，心脏乒乓跳，我都赶紧跪落，若无伊得要甲我杀你咧。老尾啊，伊怎甲压落来？后来到这叫我跳落来，伊讲要甲我监禁100天啦，若100天经过就会使出去啊啦。你伫遮差不多几天啊？我知，要到日头出，甲日头也安尼算。嘿啊，我就甲算啊，日头若落山，我就甲梳一粒迄个土丸仔伫边啊。
哦，一粒一天啊，唔知几粒啊，嘛要去互卖记哩啊。哦，那你我甲你算看卖哈。你我几个？才37粒尔咧。哦，还佫60外天咧，恁爸点只60外天，这无空气，佫扫落去，全大菌啊加大，你咪点只敢若咬落咬死啊，遐有土动诶。我甲你算看卖哈。你赶紧算看几天啦？好，我算看卖。你咪佫甲你数好100空一天，100空一粒。你有做啥物啊？我都学做困魔哩。哦，你有做困魔？嘿啊，足够困的叫做困魔。哦，你有做困魔。你点只100空一天啊呢？敢有遐尼济？那无啊，都100空一粒，无我算互你看卖。你有看无？有啊，我这夜公园的我有看呢。哦，有无？我算互你看。99，100，还佫100佫剩一粒。哟，安尼都100空一天都会使出去啊？都是安尼。啊，你总无认真算。我也知，我伫遮拢去互卖记哩啊啦。安尼好出来啊了。出来无代志啊。安尼我先甲你弹出去。要用弹的哦。用弹的，无你跳袂起哩，你咧。弹就好咧，你甲弹就好咧。我都带弹出去都无唔对啊啦。冲出来！你们杀这道才有食力，迄跋落无食力，这道去用害出来去碰到迄个石壁个，倒落来这道，这若别人300人佫才通吹。小弟啊，喂，小弟啊，细汉呢？哦，我甲恁害出来，啊若无你永远拢跳袂出来。咱即摆两个换贴，算你大我小。是啊，我跟你讲，兄弟吼，就是生当生，死当死。迄我知啦，莫酒抓就好啊。莫就抓好。即马若要出名吼，真在今仔日啦，你算是无名小卒咧，对，敢若迄个迄老人捌你尔。甲我捌你尔，村内无人知影讲你这个困魔，迄功夫展到这款程度啊，是毋是安尼？所以即摆呢，一定都要拍歹人。遐歹人啊，遐伤天害理的土味啦，拢甲消灭了。你的困魔从来一举成名啊，轰动万教，惊动武林了。老谢，你讲安尼嘛真有道理呢。来，我带你去，要去倒位？要去大破混元好收拾这歹人你咧。好，老谢，你做证。行。这个高强大汉，还佫带一个囡仔，要来破咱这个混元路。啥物？来者有路，回头无门。来人啊！迎敌！文主单独要对付这个困魔。你这个武林的怪物，是本山人南疆河的毒剑。喵喵啾啾呀！唔能够走，唔能走，唔能够走啊，唔能够走啊！
你实在可比天神下降呢。然后呢哦，敢若像咧杀水机啊呢，噗者，拢好势好势。即摆这陈秀文已经破啊，所以现在去破混元屋啦。迄混元屋内面哦，金骨人啊仙角，遐仙角哦，若无我救出来，稳当会死咧。倒位叫做混元屋，我带你去，你就知。呀！过来！啊！哇！刚挖个大坑呢！呀！多谢你的相救，可惜兵都是条命送进战胜了。哇！我跟你讲，你莫甲说啥，伊拢当无爱这套就对啦，就是我救你就对啦。哦，圣经，你是用淡薄金刚削骨法救甲这细汉，个大你才知。圣经为什么知影阮众人患难呢？啊，这唔知。迄仙角就是叫做不出门灵理天下事啊！然后讲你就是中着昆仑四祖的这阴谋，啊，所以叫关在洞内啊，活活甲你软禁，要甲你禁我死就对啦。是啦，昆仑四祖这个人心思不正，安尼无甲伊讨我命哩，绝对甲伊走掉。老实。哦，唔对，是的，老大。哈，我大你细。对，安尼来去，对这个北昆仑进发，我来收你这阴谋者就是啦，行。什么？呵，下定甲渺渺多人，天高龙鳞这人又搁伫咧走路。我讲你啊，而一个高手外悬的足厉害，也叫百家落花流水，天秀文叫破去啊！无偌久吼，可能会来破咱这个北昆仑。什么？高手外悬？讲到困魔，迄老和尚派出来，老和尚为什么会派这人出来？无问题。我到后洞的所在放出激力吧！出来呀！哦，这拢总是家己的人啊！现在你要对付这个困魔，一定要拍死困魔，咱才有胜利的希望，知无？来人呐！出阵了！昆仑官人按照昆仑四祖两人展开一场的中火斗。哇！两个人袂使怕输我，那怕输我下斗一场免吃啊！我知啦！昆魔当机的把两人剑击天地运动，动一个探光。这边人北海乌鹰。当独眼龙灵心心练成阴阳二气剑，你要去收拾罪魔必中必了。哈！乌鹰、独眼龙，这次我的惊天魔刀绝不能让你脱轨咯！对呀！沙婆怪客跟踪在阎王师背后，伊想特别探出阎王师的秘密，同时特别探出死去的六合是真的还是假的。